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1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4届、第8届临时会上午伫新野民治艺术厅召开，由院长曲丽丽主持。市长黄伟綽因为出国，由副市长叶铁山率领各局处首长列席，完成12号要进行0121地动专案报告，嘛因为市长也要回来。引发侪位议员不满，致使将延期到17号举行。台南市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开幕式，主要议程包括听取委员会审定结果的报告、审议各项提案、甲立3读议案第一读会。会议一开始，首先由立副市长叶铁山来介绍市府新任的官员，接煞伫咧讨论议事日程表的时，因为原先规划12号。要来进行0121地动的专案报告，不过有在野的议员认为，市府团队伫咧南西的地动善后处理无够积极。实际上，咱会当撒着偌济钱出来，来替南西解决问题。东山也有，结果咱到进，改成咱讲的交百姓想的，查足离谱，咱议长讲的一个会规。简单的代志，多人要搞无法度解决。难道这是咱们爱政府吗？关于未贴单，但是确实是受灾户，他们补助办法什么时候列出来？你能回答吗？议员报告，未贴单的部分的确，黄伟哲市长的确有在研议中。研议中，地震多久了还在研议？
一到最后人家就不需要你们了啦。所有的赈灾，所有都要人家慈善机构来帮忙。我们台南市要台南市政府干嘛？在那个未来有关于这个财损的部分，黄单、红单也好，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那到底有几户？那目前可运用的基金是多少？好，或者是说中央要挹注我们多少钱？这些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大家是担心的是善后的问题啦。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台南市政府有一些疏失的，或是说像去地方做说明会，没有充分的派层级够的人去参加的话，这个我想市政府要检讨啦哈。游安左一市除了批评市府处理的态度无够积极以外，另外发现市长伫临时会过来请假，而且公文是10号才来送。虽然进前议长库里里嘛认为并无妥当，因此将地动的专案报告应甲市长回国。17号才来召开。咱今仔日开会，咱的黄市长也无到，我请明仔载市长会到袂？明仔载市长会到袂？那袂到我延期吧。因为呢，地震的问题很重要，市长你要在啊，不是说推给副市长啊。好，所以我认为说这很不妥啊。说实话啦，哈，很不尊重议会。黄伟哲市长那时候有口头说的时候，我跟他说不妥啦，好，我跟他说不妥。那很显然的是，他认为说我跟他说，你如果要请假的话，请他要跟我们各党团的的那个。那我们都不知道啊，议长。对，你想他昨天用公文来请假，代表他就不注重啦。抗疫21的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50天，不过议员认为，到目前还阁有人住伫个帐篷，甚至受损的房屋内面。至于安倍端的补助，灾民到底当时啥物会得？补助的金额统计，甚至无大端的受灾户补助方法，到时伫个专案报告嘛将引起一番的讨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旧历2月12日是全台首个关圣皇庙庙内东主爷公的圣诞，相传伊是保护儿童的守护神。庙方除了简单的祝寿，还阁有做叫过寒可仪。另外，东主爷的客囝嘛转来庙内拜拜，祈求继续照顾。全台首个关圣皇庙庙内有一对年俗的金童玉女，姓何东主爷公。相传有200多冬的历史，令东主爷做客囝的信众真多。根据庙方资料统计，至少有6000人。相传伊是玉皇大帝派落凡，辅佐神皇爷保护囡仔的守护神。算讲较古早吼，拢有一寡囡仔关啊，是讲咱百日课哦，种种的关煞。啊，接着咱囡仔讲吼，咱这东主爷公啊，互咱善男信女来祈求之时，会当去到咱厝里看顾。啊，互咱遮小孩儿拢会当平安顺遂。啊，若是咱遮做生意的，就是讲咱这工课不顺，就是讲咱运道不通。啊，所以咱嘛是借由着咱东主爷公的这个神威显赫。旧历2月12日是东主爷公圣诞，庙方举办盛大的祝寿仪式，有诵经发挥、伤兵课奖，兼做桥过寒丁可仪。互信众会当消灾解运。做桥的时阵哦，就会请来咱这个12生肖星君哦，镇守伫咱的平安关城。啊，这当中阮阁会激起5营观众来护持担架，伫咱桥头桥尾将军。啊，所谓咱讲的百花桥头大男女，表示咱善男信女会当过了关出了关，互因来保平安。关圣皇庙独有的东主爷公。查甫的戴太子帽仔，正手提灵牌，倒手提龙珠；查某的戴凤冠，2个人的衫下骹有留一个蜡袋仔，真侪信众会放钱入去，互因买糖仔饼。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亿湾区11号伫台南生活举办免费视力体检活动，同时发表智能灯。今日分家南偏乡替800名乡亲检查视力的结果。
如何保护家己的目睭，人人拢爱注意。国际狮子会300亿万区长期投入视力保护的宣导及检查，对去年9月份开始送回嘉义、云林、台南的偏乡地区，今年3月份最后一场检查活动来到先发。我们国际狮子会，我们一个8大志业，这8大志业，这个维护视力。也就是我们的重点之一。狮子会引进价值600万的视力检测仪器，专业的验光师加上 AI 判断，整个检查流程10分钟，就当甲大人囡仔目睭的毛病一摆吹出来，而且也个是免费。我们除了屈光度、眼压是那个，然后重点是我们做到眼底。就是眼底照相，那眼底照相的话，它这个照相的话，它可以扩及到怎么样？眼睛的97%。除了视力检测，狮子会也个规划送.2支予20多名需要的人，也个合作培育出4种咖啡师，协助台中慧明盟校的学生培养生活自理技能。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客家苏葵花文化节举办迈入第12档，今年3月19日将伫客家区光华社区顶场，江边有各种缤纷的花草，营造非常水的世界响应。花季期间，公所预计将近10万人潮前往参观。学家苏葵花赞不赞？赞！2025客家苏葵花文化节将伫咧3月15日正式登场。现场除了有各式树葵花盛开，公所今年也特别伫周边种了火焰鸡冠花、鼠尾草、红梨、油菜花、万寿菊等等花草。美丽花海不止吸引人，就连芳甲蝴蝶嘛知影这是采蜜好所在，充满生机的景色，抚慰旅客心灵。因此，客家树葵花文化节每一届举办，拢是吸引满满的参观人潮。树葵花文化节今年已经迈入第12年了第12年了每年呢都吸引超过10万人人次的民众来参观了今年呢跟往年同样是树葵花，但是我们周边的花草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我们前面的火焰鸡冠还有鼠尾草我们这个造型呢这个形式呢有做一些改变，除了那个火焰鸡冠，还有那个鼠尾草呢，我们这边还要增加红梨啦，百日草，油菜，就是都呈现不同的那个风貌啦，为了让整个园区更加有站处，公所特别伫园区内装置了 LED 灯，让夜间有无同的视觉效果。同时嘛，布置在地主题，庄明宪老师设计花灯艺术彩凤腾飞，并借点文博会航仔鸟等大型装置艺术进驻。区长张明宝表示，树葵花文化节今年迈入第12档，已经成功拍响客家成为树葵花的故乡。树葵花伫春节进前生长状况良好，原本预计花期会当伫28年假进行开幕，但年后因为天气较寒，造成花期延后，也因此将树葵花文化节延后到3月15日来举办。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根据上新的统计，2020年台湾大约有250万糖尿病病人，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5名，也佫有可能爱长期西药剂。所以，贵综合病院指出，糖尿病控制无好，对健康会造成威胁。临床上发现，大多数病人只要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就当有效控制并发症风险。然而，治疗过程中的困难，以及民众对着胰岛素错误认知，贵综合病院内分泌主治医师蔡梦杰希望透过记者会，让民众更加认识胰岛素，会当协助达到更加好的血糖控制。台湾其实这几年糖尿病的问题是
人口数其实是节节上升啦，所以控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血糖没有控制好，其实并发症接踵而来，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有整个社会经济的负担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考验。所以这边今天的主题是希望跟各位澄清说，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是为了要避免更多的这些后续并发症。而胰岛素是我们控糖非常重要的好的武器。那希望打破大家对于胰岛素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让大家可以认识到，其实胰岛素在我们的血糖控制中有着无法取代，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大家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胰岛素，那可以达到更好的血糖控制。蔡医师嘛提醒，血糖控制要为饮食、运动、生活习惯上调整，搭配食药，甚至是胰岛素治疗，才会当有效控制血糖。在血糖控制上面，饮食、运动、生活习惯调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因为一个人他大鱼大肉，然后每天手摇饮喝不停，其实不管他用多重的药，都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血糖控制。但是他如果他已经做了这一些，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那我们又同时加上口服药，甚至有的人是需要配合胰岛素的治疗，那一起来控糖，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蔡医师强调，胰岛素治疗会当有效而且快速改善血糖，并提供更加灵活有感的控糖控制。破除迷思并正确了解胰岛素的使用，将会当帮助糖友达到更加好的血糖控制，并改善长期的生活品质。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湾有非常多饮料店，竞争是相当激烈。高雄男子有业者推出一杯会当啉的提拉米苏，特殊的风味，互人客啉了后，拢相当娱乐，嘛打破大家对饮料的印象。对许多台湾人来说，手摇饮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让许多业者绞尽脑汁推出各样的特色手摇，满足顾客的味蕾，同时提供给顾客新的尝鲜选择。南子区就有家手摇饮店家推出用喝的提拉米苏，浓厚的巧克力搭配绵密的奶盖，让人颠覆对喝饮料的想象。如果想在这杯饮品多一道层次，也可以点布雷米苏，饮料上头用喷枪炙烧过后的奶盖，独特的风味让顾客喝完觉得意犹未尽。布雷米苏它其实还蛮，就整体感觉是给人很精致的感觉。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是有某一间知名品牌，好像是它是北部先推出提拉米苏的，对，那我们就想说，北部竟然都有了，那南部应该也有，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来来回回，好像好几十次吧，对啊，去研发这杯饮料，然后去就是做出属于我们南部的口感。因为我们提拉米苏上面的奶盖是比较偏厚的，而且还蛮给的量还蛮多的。除了相当特别的提拉米苏与布雷米苏之外，其实这家手摇饮以绿茶为主打的贩卖品项，特浓的抹茶奶盖也是店家的一大特色。在奶盖加入抹茶粉，制造出独特的抹茶奶盖，搭配作为基底的鲜奶绿茶，再以蜂蜜提味。有别于大部分的奶盖饮品以纯茶类为基底，这杯不论是单独品尝抹茶奶盖的口感，还是与鲜奶绿茶相互结合，都让顾客觉得非常惊艳。抹茶奶盖的话，因为是我们就是独家的饮品，所以我就会去参考一些比较偏国外的，就是可能台湾他们的那些设计图可能没有出现过的，就是比较特别，或者是去结合动画去呈现这一杯的饮料。我们走向会以绿茶为主，主轴是以市场的饮料店的定位，就是像你可能我知道有人定位是红茶、牛奶，但是绿茶的话可能也有，但不是主轴，比较少。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们就以这一条去钻研。很多人比较不会想到的鲜奶绿，就是我们店另外奶类卖最好的不是鲜奶茶，反而是鲜奶绿。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这些事情，就是直接一次统一把我们店的定位全部改向成是以绿茶为主。不止饮品广受顾客喜爱，店家还有贩售蛋糕，让客人可以用一口蛋糕搭配一口饮料来慰劳自己，享受甜蜜的美好时光。另外，这家饮品店也有内用区，想来杯不一样的手摇饮，或是来份甜而不腻的蛋糕，不妨可以到这里来享用幸福的下午茶。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家人故事馆经过3档修缮，以全新的面貌重新甲市民见面。文化观光局指出，这摆展览透过 AI 科技甲创新手法，
重新转述家人霸当内的历史变迁，和民众早来无同款的观点体验。历经3年修缮的基隆故事馆，终于以崭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了。附加音效的传唱意象入口，带领民众从1924年基隆设市开始，探索基隆的发展轨迹。透过我们惊喜影像的对比，最新的 AI 科技，去把我们的一些旧的影像以新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以外，我们也找到了许多的有趣的旧物件、怀旧的物件，让大家能够重新体会在100年前到现在的基隆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有当时的码头工人在港边工作，那当时有基隆火车站啊，看到我们蒸汽火车的这个画面。那当然，我们整个基隆的发展啊，没有办法不会跳脱，就是我们港口的发展。透过 AI 技术重现的老照片动画，生动地展现早期港都繁荣景象。走入这个路口啊，就像是我们登陆了一艘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基隆这100年来的发展。我们这边有把它做成就是一间一间很像这个单独商店的这个样式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哦，上面的这些招牌的这个名称啊，比如说像锦龙商号啊，或者是旁边的合成号啊，以前留下来的资料里面确认有这一些。那策展团队呢，他们就希望就是把这样子繁荣的这个样貌啊，也可以把它复制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当时就是台湾我们开始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那我们基隆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港都城市的一个样貌。最后进入第3展区，聚焦现代基隆。那大家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低头看一下我们的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啊，我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的基隆呢，其实就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貌了。那我们当然在战后时期，我们开始经济复苏的时候呢，整个基隆市又开始的扩张。那我们可以从就是这些地图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啊，我相信这个基隆故事馆就可以让大家回忆起就是过去我们成长时期基隆的这些故事还有回忆。期望透过创新的展示方式，带给市民全新的在地认同，重新爱上基隆这一片港都土地。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新北市城市民众联合关前4台设备齐全的导盲犬训练用车，和惠光学校，和视障朋友、训练人员以及导盲犬更加安全。外人眼中可爱又乖巧的拉布拉多犬，却是部分视障朋友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好伙伴。训练有素的狗狗，除了引导视障者在外行走外，更能随时提醒视障者避免上下台阶隐藏的风险。由大台北地区多个扶轮社及台北市美声协会和好的协会共同发起的“你是我的眼”慈善公益音乐会，在去年温暖演出后，感动许多爱狗的善心人士。他们串联共同捐赠了4辆设备齐全的训练用车给惠光导盲犬学校，希望能帮助学校汰换老旧车辆，未来在导盲犬培育及训练过程中，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更加安全。台北市南港扶轮社地区总监曾国峰表示，扶轮社这几年一直为导盲犬学校服务，尽一份心力。这次捐赠的契机主要是来自去年的公益音乐会，希望能借由这4辆训练车，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未来更加安全。我们这几年也都为这个导盲犬的训练学校做一个服务。那这次能够捐赠这4部车呢，是从我们今年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音乐会，也是为我们盲人重建中心就是为导盲犬所捐赠的部分。那这个4部车子能够带给这个视障的朋友非常棒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它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眼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带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陪伴，以及陪伴我们视障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上，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精彩。捐赠仪式当天，多个扶轮地区合唱团、美声合唱团及好德协会合唱团联合以快闪的方式，在现场演唱《你是我的眼》组曲，期盼惠光培训导盲犬，让导盲犬成为视障朋友的第2双眼睛。惠光导盲犬学校秘书长彭小涵表示，很感谢4个单位捐赠车辆，供学校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日常训练使用，也帮助学校在训练导盲犬的路上更加顺畅。很高兴呢，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共有4个单位一起联合捐赠了我们4台导盲犬的训练用车，
分别是大中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大中国际的台中分所，及和安城还有乔威科技这4个公司。那透过这个捐赠的活动呢，捐赠的4台用车可以用在我们的狗狗从出生开始，他们要去动物医院打预防针，在寄养家庭的时期要做社会化的训练，去练习搭公车、搭捷运、去大卖场，那以及回学校训练的时候，由训练师带着他们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可以做导盲犬的训练。最终呢，他们去为视障朋友服务的时候，也会需要训练用车的帮忙，来带着视障朋友他们抵达到我们训练的地点，帮助我们在训练导盲犬的路更加的顺畅。4辆训练车外观上也印有可爱的狗狗图案，增加识别度。其中3台 Rocky 号训练车分别是红色、蓝色及绿色。红蓝绿是光的3原色，有了红蓝绿就可以组成各种颜色，就有了彩色的世界，也象征导盲犬为视障朋友的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另外一台紫色的小丁号训练车则是祝福大家紫气东来，旺旺旺。慧光导盲犬学校校长曾汉林表示，学校自1991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培训导盲犬、免费提供视障者为服务宗旨，非常感谢捐赠单位帮助学校汰换老旧车辆，在导盲犬培育及训练过程中，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更加安全。期盼未来能借此加速导盲犬培育计划，帮助每一位视障朋友都能各自拥有可靠的开路天使。精彩不伦，神奇不伦。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胜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0%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0%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
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